哦，黑龙江哈滨呢，冬天这么冷啊！台湾刚立冬过后没几天哦，农历10月15，好像前一天立冬。你看啊，台湾这边还有20几度啊，哈尔滨已经零下，最高那个大部分都个位数的。哦，那边的老前人那么辛苦，修半道，还要把道传到中国台湾，传到中华民国台湾，民国36年，春季大震后来的，有道了何老前人了。比哈尔滨还要温暖，北京比哈尔滨还温暖。南京它比北京还要温暖。南京、上海差不多。